台湾大学设立的森林好买分部，这个动植物的行动诊疗车，今仔日正式来启用，除了协助农民解决困境，嘛带动产业永续发展。 台湾大学动植物诊疗团队为107年开始，就伫咧好买治好馆设分部，来协助农民伫咧生产管理、安全用药方面来进行辅导和服务。主要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诊断中心，在这个地方成立，能够就地的在地服务。即马动物医生算是机动性服务，若是为医生伫咧婚姻馆拢总有8位，农民若是有看病需求，会当向各乡镇的农会或者是向电工所来提出申请。那我们的植物医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位了，好，那在布置在各个的农会还有乡镇公所。婚姻馆农业处讲，除了感谢台大团队，嘛相信专业的团队协助，婚林农产的品质才会当挂保证1+1。